至於水錶房同埋水錶嘅安裝都好重要嘅，你知啦，我哋交幾多錢水費都係靠佢噶嘛，所以一定唔可以馬虎噶。我知，好似喺安裝水錶嘅時候，錶前掣就一定要用皮心掣，而駁錶位咧就要用同力繩配件啊嘛。唔止噶，為咗方便第日抄錶同埋更換水錶，所以水錶嘅安裝位置就一定要符合水務署條例，唔可以離地低於300mm 或者高於1.5米噶。照咁講，咁每個水錶都梗要有埋單位指示牌啦。咁啊，梗係啦，唔係點知邊個打邊個啊？另外，所有水錶房嘅門口都一定要有150mm 嘅石屎機仔，咁第時維修排水就唔會影響住戶啦嘛。仲有記得水錶房一定要有地台去水添啊！如果每個工序都做得好，咁樣樓宇質素就可以確保啦。當所有供水系統安裝妥當之後呢，持牌水喉匠就要入紙向水務署要求驗喉，合格啦，記得開埋政府街水同埋發出水紙，就可以等屋宇署嚟驗樓啦。不過喺檢驗之前呢，管工要先準備好檢驗嘅程序，仲要由頭再跟一次，確保整個水喉渠務系統係運作正常至得噶。至於喺交樓俾物業管理公司之前，大業主代表就要聯同承建商同埋機電工程師預早傾好呢個驗收同埋交樓嘅先後程序先得嘅。另外，承建商又要準備詳盡嘅交樓驗收表格俾機電工程師審批，而且喺交樓之前啊，都仲要確定整個水喉渠務系統運作正常，先至可以交樓俾機電工程師同埋大業主代表。如果有啲咩問題，就要替換同埋修補到滿意為止，即係好似我做嘢咁，都要秉叔你老人家滿意至得噶嘛。咁啊，梗係啦。咁另外，承建商仲要將整個水喉渠務系統嘅完工圖，即係as fitted drawing 啊。我知啊，同埋線路示意圖，就即係schematic diagram 啊，秉叔。係啦。將佢哋清楚講解一次，然後再將操作維修手冊，即係今次我知啊，你唔使講吓 O&M manual 同埋各項水喉渠務緊急維修人員嘅日夜聯絡電話，交俾機電工程師批核，冇問題啦，就可以交俾物業管理嚟做日後維修嘅指引嘅。仲有就係承建商同埋水喉管工要安排一個時間，實地向各物業管理人員講解系統嘅操作同埋保養程序，然之後咧就要按照合約將後備配件交俾物業管理，咁第時維修就方便好多啦。嗱，最後記得要將抄水錶度數同埋機房鎖匙交埋俾物業管理至好啊！而且喺物業管理公司交樓俾小業主嗰陣時，承建商仲要積極協助，分配充足嘅人手去跟進所有工程噶。至於交樓之後咧，承建商就要根據合約負責維修保養，仲要將已經做好咗嘅維修同埋保養項目寫翻喺維修同保養記錄冊裏面，咁樣第日跟進起上嚟啊，就方便好多啦，直至保養期完結為止噶。冇錯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